爺孫悟人生。明叔，你已經做咗阿爺，可唔可以話俾我聽，點解所有啲阿爺都認為自己個孫又靚又聰明嘅呢？其實人大部分都係有差唔多嘅外形同埋思考，所以細佬哥亦都一樣嘅啫。點會話自己個孫就一定與別不同嘅呢？阿祥，你嘅觀察力就唔錯，人其實真係唔會有太大嘅分別，特別靚啦，特別聰明嘅只係少數。自己嘅孫一定比第啲小朋友強，當然係唔合理啦。不過唔能夠否定一件事，就係個個阿爺都真係認為自己個孫呢係最好嘅喎。咁樣係唔係呢位阿爺大吹大擂呢？其實又唔盡係咁嘅。其中最大嘅理由呢，就係觀察嘅方式啦。阿爺睇自己嘅孫呢，係由頂，例如頭髮嘅粗幼色澤，再落去睇，例如眼睛嘅瞳孔嘅大小，直至到腳趾嘅長短，都好仔細咁睇。所以即使個面型啊，或者高度唔及其他嘅小孩子，佢總會有啲強項，自然就有過人之處啦。所以這一類嘅稱讚呢，並非係完全係冇根據嘅。加上睇別人嘅小孩子，佢係點會咁細心啊？再加以關懷自己嘅孫，當然係遠高於關懷其他人啦。所以不自覺地就覺得自己嘅孫總係特別可愛嘅。明叔又算你講得通，但係我仍然有一件事唔係好明喎。我記得你講過啦，今日嘅小朋友都唔懂得禮貌，唔肯叫人。不過我見過幾次咯，你個孫女阿小林啊，見到你面都唔叫你，你又似乎冇咩唔高興，你又好似唔覺得佢有咩冇禮貌喎。你仲年青，而且你又未有兒女，所以你就唔係好明白啦。其實有邊一個做爺爺嘅係唔想佢個孫大聲咁叫佢呢？想當年啊，呢一位爺爺年青嘅時候，如果佢個仔唔叫佢啊，佢可能帶嚟責罵，甚至罰佢個仔嘅。但係時至今日，即使係同一個情況，佢就捨不得鬧佢個孫啦。無論佢個孫有幾多次唔叫佢，只要叫一次，佢就好開心、好滿足啦。阿祥，從阿爺對孫呢個態度，其實我哋可以悟出一啲做人嘅道理喎。一個人睇其他人嘅時候，通常係見到佢哋不是之處、不順眼嘅地方。其實只要你願意留心觀察對方，總有一啲過人之處，一啲與別人不同嘅地方，係可以值得我哋欣賞嘅。只要你願意，呢一個人從此就好似爺爺睇自己嘅孫一樣，好可愛啦。無論別人有幾多次冷待你，只要有一次對你熱誠，咁樣你就要珍惜呢一次，記住呢一次，就如你嗰個孫叫你爺爺一樣咁開心。聖經箴言第10章12節咁講：愛能遮掩一切過失。同樣，人無論有咩短處不足，